大家好，我是是是非非脫口秀主持人。其實通脹唔係最可怕，最可怕嘅係我哋忘記咗自己仲有得揀。世界上有啲人喺戰亂中排幾個鐘買麵包，有啲人喺暴亂中連銀行都去唔到，而我哋呢仲可以笑住話：哇，Milo 又貴咗2毛啊！仲可以開冷氣、話電話、坐喺茶餐廳飲杯鴛鴦。呢種生活唔代表唔辛苦，但代表我哋仲有穩定，仲有安穩嘅幸福。通脹有升有跌，經濟有起有落，政府有做得好嘅地方，也有未夠快嘅時候。但唔論點，呢片土地仲喺度。凌晨有人喺送餐，清晨有人喺開巴士，半夜有人喺醫院值更，仲有人喺銀行，喺中央銀行，喺研究室入面對住堆數字、利率報告，就係為咗唔好等個國家崩晒。呢啲人你可能永遠唔會喺新聞見到，但佢哋真係喺你我身邊。我哋成日話馬來西亞越嚟越差啦，但你有冇諗過會講差？其實係因為你仲在乎，你仲關心，你仲愛呢度。如果有一日冇人再講，冇人再鬧，嗰個時候先至真係危險。所以唔好淨係鬧，要識得睇下油補貼，幫你慳返一筆油錢；睇下電費單上面嗰行細細字政府補助；睇下菜市場入面仲有啲蛋可以維持住舊價。呢啲都係努力，係無聲嘅保護。國家就好似屋企，老豆老母唔一定有錢，但佢哋會諗盡辦法等你唔使餓。你覺得飯菜淡淡地，但其實已經係盡力。馬來西亞都係咁，佢唔完美，唔富裕，但佢用自己嘅方式慢慢咁托住我哋，等我哋喺亂世之中仲可以笑，可以鬧，可以希望。各位觀眾，唔好怕貴，唔好怕通脹，怕嘅係我哋心入面冇咗信心。世界可以亂，心要穩。只要我哋仲肯努力，仲相信人情味，呢個國家就唔會沉。呢度係是是非非脫口秀，今日結尾唔講政治，只講少少心。多謝嗰啲默默撐住國家嘅人，多謝你肯聽到最後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仲有啲溫度，請俾自己一個掌聲，因為喺呢個咁凍嘅世界入面，你仲笑得出，仲行得下，仲信得落。有時候我哋喺新聞度睇到通貨膨脹，個心會忍唔住嘆氣。雞蛋又貴咗，汽油又加價，菜價日日變，一碗雲吞麵以前4蚊，依家要8蚊。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冇得救？但你有冇諗過，通脹唔係只喺馬來西亞發生，全世界都只喊貴、喊窮、喊撐唔到。英國人排隊買牛奶，德國人話電費貴到想搬去東歐，美國人一桶油貴到連 Uber 司機都想放假。而我哋喺馬來西亞仲可以入油，仲有政府補貼，仲有 Long 95守住舊價，仲有電費折扣，仲有水費補助。講真，呢啲都唔係理所當然。有時你會話啲補貼都係納稅人嘅錢嚟啦，冇錯，係納稅人嘅錢。但政府有冇偷懶？冇，佢用呢啲錢喺守住物價，守住穩定。唔完美，但比起冇嘢做，任由物價飛天，至少馬來西亞仲喺努力。你睇下，鄰國有啲地方通脹2位數，一夜之間貨幣貶一半，但我哋仲有馬幣，仲有穩定，仲有銀行系統好好運作。啲人中意話馬幣跌，但佢哋唔知，有啲國家連自己貨幣都唔信得過，人民寧願攞美元放枕頭底，因為唔信自己政府。但喺馬來西亞，我哋仲可以信得過銀行，信得過政府派補助，仲可以安心咁講，今個月可能貴啲，但我仲頂得順。有啲人話，唉，通脹就係政府無能啦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通脹唔係一個政府話停就停得。你睇油價，睇糧食，睇運費，全部都牽涉全球。一個俄羅斯打烏克蘭，全世界嘅麵包都跟住貴。一艘貨船卡喺蘇伊士運河，成個亞洲嘅進口價都亂晒。呢啲唔係馬來西亞能控制嘅，但馬來西亞有冇頂得住？有。仲記得疫情嗰幾年，全世界封國，啲貨上唔到岸，啲人冇工開。馬來西亞當時出咗 Bantuan Perhentian， 出咗各種補貼、救濟金、電費折扣，有啲人收咗 RM500， 有啲企業收咗 RM1000 補助，唔多，但係政府有伸手。嗰陣時我見到好多人眼濕濕，唔係因為錢多，而係有人記得你，記得呢個國家仲有關心。我哋成日喺網上鬧政府冇做好，經濟差，但你有冇睇下隔離國啲新聞？有啲國家一包米要人民搶，有啲國家人民為咗煮飯用柴燒，有啲地方啲父母要揀今日食飯定買藥，而我哋呢仲可以喺媽麥檔食 Roti Canai，仲可以買手機上網罵政府，仲可以開冷氣煮咖啡，
打咳、笑，呢個世界笑得出就係福。其實馬來西亞唔係最富有，但佢有一樣嘢穩定，呢兩個字唔浪漫，但值錢過黃金。有時我哋想要發達，但忘記咗平安都係一種富有。你睇啲國家戰亂一爆，幾十年努力冇晒，通脹，佢哋連貨幣都冇得講，而我哋仍然有希望，有人情味，有未來。我哋嘅政府有錯有對，我哋嘅人民有怨有愛，但呢啲交錯就構成咗馬來西亞。有人話Malaysia Bola係口號，但我覺得佢係信念，因為喺最難嘅時候，馬來西亞真係冇晒。你睇醫護人員喺通脹底下仲喺醫院挨更，你睇司機日日送貨送餐都唔喊，你睇啲老師自己都辛苦，仲照樣教書。你睇啲政府職員凌晨都要追通脹報告，調整油價機制。你唔知佢哋名，但佢哋都係守護者。有時我夜晚行街，見到街燈一盞盞亮，我會諗呢啲電係幾多人努力先有工程師、電力員工、文書、司機，甚至啲維修阿叔，佢哋唔喺報紙，唔喺電視，但佢哋令國家運行。呢啲人就係我哋真正嘅力量，所以我哋要識得感恩，唔係要盲侵政府，而係要識得公平。鬧唔緊要，講真話唔緊要，但要記得馬來西亞冇你想象咁差，佢有瑕疵，但佢仲喺度，仲有你，仲有我。通脹可能會繼續升，但我哋都會繼續行，因為我哋唔係靠抱怨生存，而係靠堅持。一個國家最堅強嘅地方，唔係銀行，唔係政府，係人民。而馬來西亞仲有好多咁樣嘅人民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請深呼吸一下，想一想，今日雖然辛苦，但你仲有得揀，仲有屋企，仲有飯食，仲有朋友，仲有希望。呢個世界已經夠亂，我哋唔需要再鬥誰錯。只要記得點樣去愛，去守住自己嘅家，所以唔好怕，通脹唔會永遠漲，日子會慢慢好返，政府會繼續頂，人民會繼續撐。有時風大啲，但天一定雨晴。多謝你哋仲留喺度，仲聽我講，呢度係是是非非絕口騷。今日我哋唔講誰對誰錯，只講人情味。世界可以貴，但心唔可以冷。願你荷包唔會空，心永遠有暖。願馬來西亞繼續好好過日子，好好過日子。有時候我喺夜晚嘅電台聽返自己錄過嘅節目，會聽到嗰啲聽眾留言，有人話哥，我真係頂唔順啦，人工冇加，奶粉貴，租金又貴。又有人話唔緊要，我一樣捱緊，生活唔會放棄我，我都唔可以放棄生活。你知唔知呢句話令我眼濕濕，因為喺呢個時代仲有人咁講，代表人心未死。通貨膨脹的確令我哋辛苦，但當我見到一個阿嬸喺巴度拎住細細袋蔬菜，同老闆講今日唔要多，夠我2個孫食就好。嗰一刻，我真係覺得馬來西亞人真係好樸實，好堅強，唔會喊，唔會投降，只係靜靜咁笑住話仲有得煮，仲有得食，唔錯啦。有人話馬來西亞冇希望，但我唔信。我睇過太多普通人喺無聲嘅堅持入面寫緊希望嘅故事。工廠度嗰個姐姐人工凍咗3年都仲喺度笑，送餐嘅小哥一邊母語一邊唱歌，開巴士嘅叔叔成日講唔怕啦，總有一日會好轉。呢啲人就係馬來西亞，唔係高官，唔係財團，係人民。有次我去茶室，見到2個阿伯喺度鬧政府，鬧到中途，其中一個突然笑住話鬧都要飲啦，俾我2杯凍啤酒。2個人就咁哈哈大笑。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呢就係馬來西亞精神，鬧完又笑，笑完又鬧，但最終都仲會一齊坐低，仲有杯酒，仲有朋友。有冇諗過呢種生活係幾難得？世界好多地方已經分裂到冇得坐埋，意見唔同就打架，就仇恨，就封鎖，就取消。但喺馬來西亞，雖然政黨多，意見多，語言多，信仰多，但到最後我哋都仲會講一句要唔要一齊食飯？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力量。所以我哋唔應該通脹指數可以升升跌跌，但人心溫度唔好跌。錢貴咗可以賺返，但人心冷咗就難反暖。有啲嘢錢買唔到，鄰居送你幾條菜，老闆多俾你1粒蛋，巴阿叔幫你買田袋水，呢啲都係生活入面嘅愛。其實我哋有冇發現，每次國家有難，人民都會自己出手。水災嗰陣，大家送物資；疫情嗰陣，大家煮飯俾前線；物價漲嗰陣，老闆話唔緊要，學生價照舊。呢啲都唔係政府可以規定嘅，而係人民自願去做。所以話馬來西亞最靚嘅風景，
唔係雙峰塔，係人。每一個肯撐落去嘅人都係呢個國家嘅英雄。你可能冇名、冇地位、冇權力，但你有一份誠實、善良、願意笑住過日子嘅心，而呢份心係世界上最難得嘅。有時候我都會諗，如果有一日馬來西亞真係富強咗，我希望佢唔會變懶，唔會變得只睇 GDP， 只睇房價，只睇升學率。我希望到時仲有細路喺屋樓下踢波，仲有阿嬸喺菜市場講笑，仲有阿伯喺咖啡店拎報紙嘆咖啡，呢啲都係幸福。幸福唔一定要豪宅名車，幸福有時就係一碗熱湯，一個微笑，一個安穩嘅嘢。有時我哋睇住新聞講全球通脹危機，會覺得驚，但請你記得，危機入面都有祝福。只要人仲有愛，國家就唔會倒。朋友，聽到呢度，我想你靜一靜，問自己一句：我有冇感恩？有冇感恩今日仲有飯食，仲有屋住，仲有電有水？如果有，請笑一笑，因為你已經比世界上一半嘅人幸福。政府唔完美，但佢唔係敵人，佢係要同人民一齊行。有時行慢咗，有時行錯咗，但佢都喺度行。而我哋唔應該淨係鬧，應該提醒，應該鼓勵。因為一個國家要變好，唔靠一個領袖，係靠全部人。有啲人話呢個國家冇救啦，但我想講，只要你仲講呢句，證明你仲關心，仲有關心就仲有救。所以下次你買菜見到貴，唔好只係嘆氣，記得同買菜阿姨講句：辛苦你啦。嗰句說話會令佢覺得原來世界仲有人明白。馬來西亞唔完美，但佢溫柔，佢冇豪氣萬丈，冇口號震天，但佢靜靜咁保護住你，等你每一日都可以平安返屋企。呢度係是是非非脫口秀，我哋講通脹，講經濟，講現實，但最後都係講人，因為冇人，冇感情，所有經濟都只係冷冰冰嘅數字。希望你哋今晚睇完節目，唔係驚物價，而係學識珍惜。珍惜呢個仲可以笑，仲有希望，仲有陽光嘅地方。無論你係喺吉隆坡、檳城、怡保、古晉，又或者喺香港、喺新加坡、喺外國，請記得呢度始終係我哋嘅家。多謝大家收睇是是非非脫口秀，願你日日平安，歲歲豐收。願馬來西亞嘅未來唔只有經濟數字嘅上升，仲有人民笑容嘅上升。通脹可以令我哋生活貴咗，但唔好令我哋嘅心變窮。錢可以慢慢賺，希望要即刻守住馬來西亞。多謝你仲喺度。